的程度，安尼是对，吼，安尼是对。所以讲咧，咱伫即个修行学道咧，我是感觉讲真正爱把度下啦，因为佛法并嘛袂当保证讲佛法会当食到50岁啊。吼，虽然是讲要教，但是无代表。那么咧就是讲，咱若如果会当把握一个度下，吼，有当听讲是后天啦，吼，若如果会对症，无用会对症，对较后壁做，较头前做。我会当来参班来了愿来导人，其实咱嘛爱去安尼做。啊，若无咱怎啊一日过一日呢？无咱感觉讲，365天，咱有参与，下前辈者，逐工为倒咧拍拼，伊今年嘛要过啊啦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安尼食饱啊，好好啊，乐乐啊，来天性了着咱即个心，来浪费咱的生命，365天嘛过。但是，伊最后的果，绝对无共款，这是肯定的啦。哦，这是肯定的啦。所以讲咧，就是讲，咱有即个身躯，上天互咱即个身躯，即个生命，其实互咱来到即个世间，是要互咱会当做一寡有益了着自己甲兄弟姊妹的工课。因为讲起来，咱讲同胞，咱讲兄弟姊妹，只是讲落在一个因缘。伊来到世间服务，交咱无共生人生伫伊，其实咱在附近几天，拢总是老母两个囝，毋则讲咱就是要转去天国，这咱是会当转去嘛。那么咱若如果袂当用着咱的知见，吼，咱就是讲，咱就是先觉啦，真正哦，这个先觉就是讲，咱先去了解、深究着道，体会着道的可贵，修行学道的。那安尼就是比人是先觉，毋是后觉。啊，所以讲先觉甲后觉，因为咱先觉无甲后觉，因袂当明了了解。当然，咱伫义德来讲起，伫仁德来讲起，咱拢无法度活法。那安尼讲，咱要会当转去是困难。吼，所以讲咧，就是讲，咱伫有生之年，只要是伫道场上。爱通救人度人的，真正咱爱点点滴滴去家维持。假使是讲咱进养成班嘛，有读经班嘛，成全班嘛，吼有六祖观经班嘛，有成元山的道德经，吼道德经班嘛，有咱地方的功夫班嘛，吼甚至伫咱台湾各所在，甚至包括在泰国，拢有咱的道夫嘛，吼。那么咱若如果讲会当的，咱就会当真正去选择，有足侪前辈者呢，足够问的啦。啊，厝边有啥物工课无？有啥物工课通做无？我想讲，哦，因的精神足赞，哦，互学的爱向心。食到即种年纪啊，吼，拢定咧问我，啊，厝边有啥物工课要通去做的？哦，我是感觉讲啊，非常的敬佩的。哦，那么呢，伊要甲伊的生命。真正诶，来发挥了着伊光辉生命诶光辉。伊无爱注重伊诶生命，甲伊浪费在啥物？在即个人生诶甲伊浪费在即个空间，这拢总是虚伪诶，无啥物办法。吼，啊，当然咱诶身体上会拄啊好，当然迄无法度，会拄啊好，真正诶，咱会当来度人就讲啊，咱出。有时间吼，道场有成全班，啊，咱会当加入啊参加。按即句话呢，即句话就有功德啊呢。真正呢，毋是讲吼你安怎讲规波毋免啊，一句就好啊。真诶注意，有时间吼，咱的中青读经班足赞。吼，若有时间来参加好啦，啊，因为青春嘛是看戏，嘛是坐遐看电视尔，啊，若无就是伫遐咧想囝、想孙、想干仔孙，吼，啊，想这啊加烦恼的，想着好的是欢喜，想着歹的烦恼，啊，即2点钟嘛安尼害来又害去咧，啊，咱若出来的时阵，无法度人陪无要紧，吼，来听人前辈者主义，加点仔了解，咱的心灵会当得到回响，安尼加偌好，安尼嘛有功德。哦，安尼嘛有功德呢，哦，
宾呢，要来甲咱做一个开始。啊，那么今日呢，因为咱青口以上呢，伫花莲呢，咧开迄个飞鸽班，所以咱的点粉丝呢，前早呢就去花莲，所以今日无伫诶，那么今日我伫遮先先甲咱做一个结业，吼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手里吼，就放一项物件，放一项包袱啊，放入伊的胸前，放甲足暗的哦。因为护士要了解伊，我有身躯有第什么症病，甚至伊要甲看伊到底是弄着对个遮，所以要检查啊。啊，毋过伊胸前佫啥放这物件抱甲足暗就对啦。所以护士呢就开始咧甲伊摕开，手要甲伊绑无开，佫安怎绑？绑袂
诶，